歡迎嚟到火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推出嘅中文聖經數位平台。目前火花啱啱完成咗第一期嘅研發，喺呢一期當中，我哋希望向你展示一個集合中文聖經相關資源嘅網站，而網站上嘅內容都係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同聯合聖經公會多年來累積嘅資源。而隨住研發嘅繼續，我哋將持續擴充新嘅內容同埋功能，敬請期待。我哋希望每一個嚟到火花嘅用戶都可以進入一個適合佢嘅旅程，無論係透過宣傳定係朋友嘅推薦。當你被吸引嚟到火花，喺首頁你會見到火花基本上由5個版面組成，包括讀經、百科、課程、時事同埋社區。讀經版面為你提供咗60種以上嘅中文、英文同埋原文譯本，加上各種功能，例如複製、高亮、交叉引用、筆記、分享、多譯本對照、聖經地圖、字體同設置調節，以及暗黑主題，仲有語音朗讀等等。火花致力於滿足你嘅讀經需求，盼望唔止吸引你嚟到火花，亦都能夠讓你經常訪問呢一度。跟住落嚟喺百科版面，你將會揾到好多多媒體嘅資源，譬如影視系列、podcast、各種同聖經有關嘅文章，同埋每日靈修資料等。我哋盼望藉住呢一啲嘅資源，能夠幫你建立聖經同生活嘅聯繫，以及有信心同埋方法將真理活出嚟。然後課程版面為你提供咗唔同程度嘅課程資源，譬如 RK 基礎新約希臘文課程，結合讀經版面嘅原文功能，將大大提高你對新約希臘文嘅理解。而透過12課嘅聖地教室網上課程，你將會對聖地嘅地理、氣候、歷史同文化有全方位嘅認識。呢一啲課程都支持無論係個人定係小組100%嘅網上學習，裝備你回應呼召、參與服侍。時事版面集合咗眾多聖經事工新聞同活動消息，唔單止幫你緊貼聖經事工嘅全球發展，都將打開你嘅眼界，睇到上帝藉住佢嘅話語點樣改變生命。最後嘅社區版面目前仍喺搭建當中，完成之後佢將會成為用戶分享讀經感悟、彼此交流思想、疑問解答、共同成長嘅空間。當然啦，喺火花嘅搜索欄輸入你想了解嘅內容，譬如耶路撒冷，你將會見到火花上面所有包括經文、影視、文章、podcast 等同耶路撒冷有關嘅資源，一目了然。我哋盼望喺旅程嘅最後一步，你會成為另一個引領其他人進入旅程嘅人，等火花持續咁樣薪火相傳。另外，我哋非常鼓勵你註冊火花嘅賬戶，一方面註冊用戶可以解鎖好多嘅功能，而另一方面，將來喺首頁你都可以睇到系統按照你嘅喜好同埋瀏覽記錄為你推送嘅內容。最後喺網站嘅右邊，你會見到書店同埋意見。打開書店，你會睇到眾多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銷售嘅產品；而打開意見，你唔只可以向我哋反映你喺操作上遇到嘅問題，我哋都誠意邀請你用3分鐘嘅時間填寫一份用戶問卷，話俾我哋知道你用火花嘅體驗，因為你嘅意見對火花嘅成長至關重要。多謝。